你唔可以拖大家嘅錢嘅，我哋可能要2年之後先付款喎，2年先付款，鬼同你做咩？榮獲提名首批通過 ISO 全球 ESG 標準認證嘅企業，唔係已經係標準認證嘅企業啦，講過就係比亞迪國際的啊，充滿咗國際範嘅比亞迪。喺3月26日咧，佢哋就發布咗一個2024嘅 ESG 報告啦。咁係以呢個技術創新驅動可持續發展嘅嗱，呢一個主題啊，咁就系統性咁披露咗佢哋成個公司喺環境、社會以及治理領域嘅呢個戰略嘅規劃啦、實踐嘅成果啦，同埋呢個對社會嘅長期承諾嘅。咁喺報告入面顯示咧，咁佢哋係要以呢一個創新技術為核心，咁啊喺綠色低碳發展同埋社會責任履行以及企業治理優化等方面咧，係取得咗一個明顯嘅成效啊！咁喺2024年咧，咁啊比亞迪將呢個 ESG 嘅工作咧係提高至佢哋嘅呢個集團嘅戰略層面嘅啦，咁啊已經入咗董事會嘅啦，並且咧佢哋將呢個 ESG 嘅績效納入咗呢個執行董事同埋呢個高管人員嘅薪酬考核，佔比10%噶，咁你可以睇到。呢個係比亞迪對呢個，即係用呢個實際行動啊，向呢個社會展示出佢哋要做好呢個 ESG 嘅決心啊！即係所有人，你喺呢一方面做得唔好嘅話，你哋嘅福利、你哋嘅工資係會直接受到影響嘅。大家咧都可以監督下佢哋邊個做唔好啊，邊個做唔好，哎呀扣工資啊，扣工資啊！咁啊講笑啦，30年河東咧，30年河西咧，咁啊比亞迪咧係一直以呢個創新技術推動呢個新能源汽車啦。咁新能源汽車大家都知道啦，依家全國第一啦。咁如果講新能源領域嘅話，基本上世界都係 No.1 啦。但係比亞迪仲有佢哋嘅儲能啦，同埋佢哋嘅光伏發電啦，呢啲綠色發展嘅行業都係好巴閉、好 top 噶。咁喺2024年咧，比亞迪咁創新性咁提出呢一個發展理念嘅 Dreams 即係從呢個綠色低碳啦、創新變革啦、平等嘅機會啦、協同嘅合作啦、誠實守信啦，同埋呢個價值共享6大方面咁推動呢個人類同埋地球嘅可持續發展嘅。咁係佢哋有一個理念喺度嘅吓。咁喺呢一個報告入面提到啦，比亞迪要喺呢個2030年成個集團自身嘅運營碳排放強度咧，係降低50%嘅。呢個係一個中期目標，並且承諾2045年咧實現呢個全價值鏈嘅碳中和啊，即係用20年嘅時間達成呢一個目標。咁啊，直至到2024年咧，比亞迪全量新能源汽車純電里程累計超過咗幾多？你知唔知啊？1500億公里，即係相當於5.1億棵樹啊！而且咧，佢哋全年咧新增嘅呢一個節能改造項目咧係超過咗410個嘅，累計實現嘅節能效益咧係相當於減少咗21萬噸嘅二氧化碳排放啊！咁比亞迪仲投資14.1億用嚟做呢個三廢處理，咁啊實現呢個污染排放100%嘅達標嘅。而且咧，你知唔知比亞迪咧佢納稅納幾多啊？佢納咗510億啊！咁啊，同時咧，佢向呢個上游嘅供應商付款嘅平均周期咧係127日，即係相當於4個月左右，你就可以收到錢噶啦。咁啊，同比亞迪做生意呢個比較安全啲嘅，咁係好過好多一啲主流嘅上市企業嘅。講下我把幾火嘅咧。前排咧有個都比較把炮嘅企業就揾咗個代理同我傾，叫我做個嘢，然後咧我自己貼錢做嘅，然後咧同我講，我哋可能要2年之後先付款喎，2年先付款，鬼同你做咩黐孖筋？唉，激動得滯，唔好意思。2年邊個做啊？冇人做噶啦！你唔可以拖大家嘅錢嘅，你一定係要按時俾錢，咁大家先可以不斷咁經濟循環噶嘛。嗱，比亞迪呢啲就啱噶啦，3-4個月就付款呢個周期，大家都還可以接受。咁跟住咧，佢哋喺24年啦，亦都啟動咗呢個30億嘅教育慈善基金，為回饋社會，比亞迪集團將捐資30億人民幣，聚焦
謝謝。啦，重點係支持呢個高效嘅獎學金啦，同埋呢個新能源嘅技術普及嘅，而且呢，佢哋亦都好關注佢哋嘅員工嘅發展啦，咁啊積極培養呢個內部嘅人才嘅，培養嘅技能人才呢，係去到咗57,800名嘅，咁啊員工零持股嘅呢一個計劃金額呢，亦都超過咗18億噶啦，咁啊覆蓋咗12,000人嘅，哇！真係有12,000人得到咗呢個零持股嘅福利啊！呢個福利嚟嘅，咁啊比亞迪亦都榮獲嗱呢個可以配個樂啦，嚟金像獎香港電影金像獎嘅頒獎典禮嘅音樂可以響起啊！喺呢個時候啊，榮獲2024亞洲最佳僱主獎，比亞迪榮獲最愛人才僱主獎，比亞迪，哇！而且咧，比亞迪佢哋喺23年、22年嗰個投入，我印象中我應該冇記錯係190億。24年你知唔知投咗幾多？542億，542億，我俾個零頭我都發到冚冚聲啦！培養下我好冇？咁啊，雖然係投入咗542億，但係只係佔佢哋嘅營收咧6.97%嘅啫，咁都係好健康嘅一個投入嚟嘅。咁啊，研發人員咧係去到12.2萬嘅研發人員，全球累計專利申請咧係去到咗59,691件，授權嘅專利咧係35,837件。咁啊，呢一個就係佢哋基於佢哋呢個技術為王、創新為本嘅發展理念。咁24年比亞迪做咗呢個第5代嘅 DM 啦，翼三方啦，佢第5代 DM 出嚟嗰時候先叫離譜啊！全世界睇佢唔順超嘅人，全部走去黑佢，又話佢用大油箱啦，又話咩，你冇理，反正人哋呢個技術第一慳油，第二走得遠。呢個就係人哋呢個技術嘅核心。基本上呢，比亞迪呢，就佢個報告大概就講咗咁多嘢，咁啊整體總結嚟講嘅呢，就係以技術創新為核心去驅動呢一個社會嘅發展，呢個低碳嘅同步，大家一齊合作去為呢個地球降溫1攝氏度。OK， 咁啊今期嘅杯杯車報告呢，就講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中意，我都係講翻廣東話嘅話呢，咁啊講多啲啦，係咪先？我哋下期節目再見，拜拜。好多謝睇到呢度嘅朋友，如果中意阿宏嘅話，記得點關注，下期更精彩。